继续来关心昨晖伫咧新北市孔仔寮的第二线，雄雄路面走来一只水牛，互交通是规个大塞车。落尾市民众甲警方合作，甲这只水牛赶离开车路，加在无发生危险。警察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甲这只水牛烧伤。国庆连假上尾港的下昼，新北市孔仔寮第二线突然间出现一只正勇的水牛，伫车路中散步。 经过车看到，赶紧打东啊让伊过。好了，我警察正伫咧想办法要安怎处理，要人家车停落来斗三工，便伊的脚想要控制方向，阁想要扭缩啊，牛敢若是惊到开始用走的。 警察哪走哪奔比亚要改动，现场有淡薄混乱。就是大家要改围猎的时阵，这只水牛走到路边，跳过边的护栏，遭对草坡迄边过去。该牛只正于车道间徘徊，造成短暂塞车。现场同仁随即会同热心民众合力引导，将牛只安全赶至路旁草地，并协助恢复交通秩序。 好佳在这场行行平安结束，不过牛是对倒来是谁的也唔知。警方希望主人赶紧来将牛牵回去，也呼吁民众，若是赛车伫咧路下看到大型的动物，最好离伊较远咧，赶紧通知相关单位，才袂甲动物惊到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